中立火车头附近的复兴路，伫民国62年时，由公所一坪1000外块来甲征收。迄当阵的地主是拢总摕到14万外，也有8万外块的尾款也未领到。也毋过即马迄带土地一坪是拢爱100外万啊！市政府煞有原是想要用8万块来甲买断，这是引起地主的不满。中立火车站前，中正路地下侪分工程正在进行。即马土地每平市价拢爱100多万，地主伫民国62年领部分的征收款，无领的部分市府以市价征收。也毋过附近的复兴路，只以每平无到2000来征收，民众多数拢感觉无公平。当然不公平，因为拖那么久了，应该要多补偿一点。你征收。不管你是征收甲、征收乙，都是以市价的话，这应该要公平这样啊。这条中立复兴路有部分是私人地主的土地，按市价征收爱5000万。当年由公所以每平1812块的计销征收，地主提14万外，也有尾款8万外也未领。征收定数拖50几年，市府准备以8万来买断，地主真不满。并不是说好，我们现在来去征收民众的土地呢，我们用贱价来去跟民众收购，不是，而是他们早在民国60、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契约。市府回应，即马是要执行无完成的契约。另外，对于中正路、复兴路征收的计销无同款的周期，市府也回应，是因为机制要为地下2过中正路地主矿井无要封起，最后由交通部铁道局出钱，市府征收甲复兴路的情况无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